哎呦，贵宾介绍我们水源里林前义林里长列东伟，刘兆林刘里长，刘里长谢谢。陈同佳他实际上啊，在去年2月犯罪之后呢，我们士林地检署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罪证。香港怎么审判嘛？罪证都在我们这边啊，当然应该让他进来啊。你如果，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是陆委会说，只有他把所有的罪证都准备好以后才准他入境。那将来啊，潜逃到国外的经济犯啊，我们都抓不到了。他只要不把所有的卷证拿出来，他就可以不会回来了嘛？这什么话嘛？所以这是为了选举考量而做。对啊，这个实在是很不像话，你知道？尤其是我们这个蔡总统啊，本身也是法律人出身，对于一个这个纯粹的法律问题，真的不要去搞政治嘛，让他来接受审判。他的妈妈，潘晓莹的妈妈一直在讲啊，女儿死了都没有人帮他这个找回公道，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，而且这个道理完全不通。我昨天在台南的造势大会，是马英九前总统跟我都完成了以后，我们就先离开了。我们不是未卜先知哦，怎么知道几十分钟以后有人去丢弹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一切暴力或者羞辱人家的，都是要被谴责的。我们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，从村里长到总统都民选。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，但是自由要尊重别人，法治是不能有暴力，这个一定是做基本的原则。所以我们谴责一切暴力或者羞辱人家的行为，这是不是有人格的事情？韩国瑜市长也已经特别讲了，他准备用爱跟包容啊，来进行这场的选举啊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，也是台湾民主政治中间啊发展啊，我们一定要用爱跟包容。同时更重要的是，在选举过程中间，所有的候选人应该节制他的支持者，不要到别人的选举场合去闹场。所以马韩看起来是和解了吗？啊？马总统跟韩市长和解了吗？马总统跟韩市长本来就没有问题，不仅他们的理念相同，而且选举要民进党下架，国民党国会过半，这2件事情也都是共同认同的，所以他们本来就没有问题。我希望媒体不要做过多的揣测。